内政部的政务次长去有颁发奖金给他们这一部分。那我内政部政务次长陈宗彦他颁发奖金，他是基于奖惩是分开的。事实上，他这个案子在破案的过程里面，尤其后面那个阶段，算是也非常的迅速。所以我想，有一些辛苦的警察，我们该奖励还是要奖励他。但是这一件事情在前半段的有关报案3联单等等这一部分，的确是立案就是立案了，他来报案就是报案了，不要用备案的这种方式，没有开3联单。所以前面的这一部分，的确是有一些瑕疵的话，该惩处就惩处，该调职就调职，是用这个方式来处理。所以陈宗彦次长会对这一些辛苦的在追击的，尤其大家了解说，那个地方因为没有路灯比较暗，所以比较暗。后来是从附近的监视器去一一的去比对，大家知道到底是哪一辆车。那去看的这些员警都必须做相关的判断，判断完了以后还要再去辨识车牌，因为那个也没有 AI， 要人工辨识。所以事实上，后面在破案这个阶段的一些我们的员警非常的辛苦，所以陈宗彦基于这个理由，陈次长对这一些辛苦的员警也给予奖励。我想对员警的这一部分奖惩分明。那陈宗彦次长的这个做法，但基本上并无不当。我在这里向大家做个说明。当然第一阶段里面3联单没开的等等，我们也承认这是一个缺失，这个也必须要改进。所以在这一部分以后我想昨天下午我也指示了警政署，对相关的这一些报案的程序，要请每一个警察单位要再次的确认。那另外也要向大家做说明的就是，事实上，治安汇报这1年没有开，没错我昨天在立法院是一直在想到说，我们在这1年内，我们单正式的治安会议，当然不是治安汇报，是正式的我们有关检警、宪调、海关、海巡这些相关跟缉毒有关，那跟帮派的取缔有关等等的这些我们单正式的会议，我们今天早上统计都开了14次，大大小小正式的会议，这还不包括院长找我、找署长、找调查局局长，我们私底下在谈的如何扫毒啦等等这些，这还不包括在内。单正式的会议有记录就有14次，所以虽然治安汇报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没有召开，但是我们对治安会议跟治安的联系这一部分也并没有疏漏就把它整个给放掉，也没有这样子在这里也向全国民众来做一个说明。那有关治安汇报大家如果印象有